华视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12月18，旧历的11月初4，礼拜5。新闻的头一条，上新的诈骗的手法，这届不爱骗人汇钱咯，是换骗人买黄金。台中一个乡亲接到假检察官的电话，讲伊卡到洗钱案，叫伊着买1公斤的金条169万，交予法院来做担保，也若无，就会去互管收坐家。这个乡亲话要惊是到银行甲定存改图要来买黄金，加在互员警发现甲挡掉。要提醒乡亲，接到可疑的电话，马上卡165来查证，唔通因为一时的惊狂来丢掉。那你钱呢？没有，他买黄金我还没付。原警发现讲，这个查甫人伫柜台前要改定准备黄金，手字条，佮写讲侦查不公开买金条等等的字，感觉讲这个查甫人拄着诈骗集团。你不要紧张，然后请你来买黄金，然后要交给他，是不是？这个查甫人接到假检察官的电话，讲伊牵涉到洗钱案件，要求伊买价值169万块1公斤的金条，交法院做担保，也若无会被管收掠去关。专案调查至今公正，严谨诈骗案呐，电脑让我不用，那个完全是骗他们，这个都是他们的话术。经过原警解说，伊才知影讲原来是一场的骗局，保住财产，要求被害人买黄金来交付，即马变成诈骗集团的新手法。因为领取现金逾超过50万以上要登记，现在用变通的方式，然后用他的存折去解除，然后再去买黄金，比较不会引起那个行员的注意。因为黄金细地好转手变成诈骗集团的新手法，警方阁提醒民众检调司法单位未凊彩掠人去关，更加未监管你的口座甲金钱。而这个侦查不公开的规范对象是执法人员，不是当事人。所以讲，若是接到可疑的电话，要随卡165去查证，唔能因为一时紧张，互人骗去。